以赛亚书65章17节到25节。17节，上主讲：恁看，我要创造新的天、新的地，过去的代志，人袂阁记得，袂阁怀念。恁着因为我伫创造的一切永远欢喜快乐，为着我要创造的耶路撒冷充满欢喜，为着城内的居民充满快乐。我因为耶路撒冷来欢喜，要因为我的子民来快乐。城内袂阁听到啼哭的声，嘛袂阁听见哀哭的声。伫遐袂阁有简单活几日仔的婴仔，嘛袂有岁数未满就死的老人。食100岁死去的人嘛想讲伊还少年，食无到100岁的人会想讲伊是受咒诅。因会起厝家己住内面，因会栽种葡萄园，食园内的果子。因起厝袂互别人占去住，因栽种袂互别人抢去食。树活偌久，我的子民嘛会活遐久，我的选民会久长享受劳苦得来的成果。因的劳苦袂落空，因生的囝儿袂拄着灾难，因为因是上主赐福的人的子孙，因的后代嘛是安尼。因也袂求叫，我就应允；因还得讲，我就应答。豺狼甲羊羔会做伙食，狮会亲像牛食草，蛇会食米，抑佫是土粉。伫我圣山的逐所在，一定无有伤害，嘛无破坏。上主安尼宣布。